Hello 各位 Cosmo Girl 嘅讀者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Jam 鄧紫棋。今次影呢個 cover， 我覺得好開心嘅。首先就有我而家身上面着緊咁靚嘅衫啦。咁我覺得今日影出嚟嘅呢一輯相，一嚟好靚啦，二嚟就係今次又再一次同 Maybelline 有合作咁樣，咁我自己覺得更加非常之開心啦。我嘅秘魯 tour 咧係好好玩嘅，我好簡單嘅有試過，例如買雪糕啊。或者去果汁店榨果汁，即係啲眼見睇落係比較簡單嘅嘢，我又覺得係其實係好困難嘅，因為你要反應好快啦，同埋你要長時間維持一個好殷勤嘅態度，咁呢個係有挑戰性嘅。咁但係比較複雜啲嘅，例如越野賽車手啊，或者做外籍傭工啊，即係我覺得其實每一個都有佢哋自己嘅挑戰性喺入邊咯，而我覺得呢個就係秘魯 tour 最好玩嘅地方，就係每一次你去試唔同嘅嘢嘅時候，你體驗到唔同嘅人佢哋背後嘅故事啦，佢哋背後遇到嘅困難啦，佢哋要克服嘅嘢啦，每一次都係一啲好新嘅體驗咯。每一個聖誕節咧，以前細個都係同爹哋媽咪過嘅，咁然後尾到我真係可以，譬如同男朋友過聖誕節嘅時候咧，我就係唔好嘅經歷嚟嘅。你知道啲小朋友唔係小朋友，即係啲年輕女士們啦，一到聖誕節，哇拍拖啦，一定要約男朋友去街㗎嘛，而且咧一定係好隆重咁樣整咗一份聖誕禮物要送俾對方嘅。咁但係咧，我當時嘅男朋友佢就同我講，佢話嗱，我成個聖誕假就淨係會出嚟2日嘅啫，其中1日就係除夕31號啦。咁所以咧平安夜同聖誕節同 Boxing Day 你3日揀1日啦，咁樣同我講喎。所以我嗰一年嘅聖誕節係超唔開心，因為嗰陣係我嘅初戀啦。咁以前喺啲愛情小説入邊睇，通常啲情人節啊、聖誕節啊都勁浪漫噶嘛。咁但係當時我竟然有一個咁現實嘅問題啦，咁所以我立刻好似童話幻滅咁樣。咁呢個係應該係我比較難忘嘅聖誕節咯。